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台湾的疫情降到2级，有条件来解封，但是这个服务业进前是元气大伤，正歹恢复。今仔日包括餐饮、饭店、糕饼业者等等的服务业，拢站出来拜托政府爱甲因纾困，爱甲因帮忙。讲虽然疫情来降级，但是餐厅内用的人客才转来2成。 根本都探无他付店租甲员工的薪水，现这个疫情境界可能会延到年底，再加上9月中的基本工资的审议会，可能会来调起到基本工资。这对疫情重灾区的服务业来讲是无米兼论月，因是希望讲这个基本工资会当先来动起，帮助服务业来度过眼前的难关。 做油汤的总铺师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日子真歹过。现在很多餐厅都还是有放3到50%的人都还在放无薪假啊。这个餐厅如果再下去啊，连餐饮业的厨师啊都转行了。中秋前应该是糕饼业的大月，也毋过订单有够少，外籍移工有缩减，要来台湾的就要搁等，也毋过台湾有真侪家庭无法度等。 那这些外籍劳工呢，反而是就地喊价，有些薪水甚至超过这个本级的这个劳工。5月中爆发的疫情，服务业算是重灾区。降级未解封后，餐厅的人客回流干了2成，未少餐厅挡袂牢，收起来。服务业拜托政府爱纾困，要不袂使有法度过7，煞无法度过15。基本工资若搁调悬，服务业真正会倒规片。 政府的纾困真的能够维持服务业的生存吗？是不可能的。游览车一台才300-400万，现在卖多少？30万、15万、30万，没人要爱了。有没有谁赞成服务业今年的基本工资调涨？答案是0。服务业拜托政府爱斗3工，基本工资莫搁调悬啊！若无，就算疫情有降级解封，有搁较侪家庭会米红共当争。空空。